以赛亚书第15章，上帝要毁灭摩押，这是有关摩押的信息。摩押的阿尼荒废，伫一暝的中间拢无去啦。摩押的基尼荒废，伫一暝的中间拢无去啦。底本的人民上去因的寺庙，伫遐啼哭。摩押人为着尼波甲米底巴哀哭，所有人头壳剃光光，逐个人的喙手剃了了。因伫街路拢下抹布，伫广场甲家己的厝尾顶啼哭，目屎擦擦滴。希实本甲以利亚利出声哭，因悲哀的声伫雅杂就听袂着。所以摩押武装的军人大声喊，因的心失胆，袅袅喘。我的心为着摩押啼哭，因的难民逃走去索尼，到伊基拉西利西亚。因爬上罗希的山坪，哪爬哪哭。因逃走去何勒念，因为受毁灭，大声哀哭。连林溪的水打去，溪边的草冷去，菜穗死去，青翠的物拢无去。所以因得到的财物，所有囤积的物件，拢会搬去柳树溪迄边。因为哀惨的声已经传遍摩押四境，啼哭的声探到以基连，传到比尼伊林。底门河流的水拢是血。毋过，我上帝要加添底门的灾难，有使来对入摩押的难民，甲迄所在流亡死无去的人。